我係鄧祖國，我係中院攝影學會嘅創會會長。我晚年咧係好中意呢個畫意攝影，畫即係話好似畫咁靚咯，係咪啊？咁啊意咧就最緊要個意啊，意念啊。中國嘅畫意咧就係留白，有詩有情，詩情畫意。最初咧我都係遊山玩水啊。咁啊，後生嘅時候追女仔添啦，係咪啊？咁啊，影啲生活相。咁啊，但係退休之後咧，就集中影相啦，係嘛？咁啊，比較研究。最初大部分時間都唔係畫意嘅。最近點解會畫意咧？呢4-5年就係覺得咧，影嚟影去都冇乜突破。人又係咁樣，我又咁樣，有乜意思啫啊？咁啊，所以咧我就會諗下畫意咧最適合我，特別係影花鳥魚蟲，花鳥魚蟲咧，即係話我老嘅時候咧，我都可以唔使行好遠咧，我都影得到噶嘛，係嘛？咁啊有用鏡頭嘅演繹，好似波鏡影得虛發啲嘅有一種，仲有咧就係用後期嘅製作，集錦攝影咧，即係話可以搭相，可以砌嘅，咁啊同其他啲寫實相咧又唔同，所以畫意攝影咧即係模仿個畫，中國風嘅畫意咧。就係咩咧？就學我哋國畫，所以叫做留白加詩詞加章，咁啊能夠咧更加着重個意念。我出咗本畫意嘅攝影集，最近都係有3 part，一 part 咧係花鳥魚蟲，一 part 咧就係山水，一 part 咧係風情。影相咧，唔好理佢畫意還是係沙龍咧，都有個標準㗎。我哋評賞啊，我自己總結咧就有7個字。光、色、圖、美、題、蘭、創。光唔使講，大家知啦。光係靈魂，顏色、圖構圖。美咧係咩咧？有內在美，有外在美。咁啊題咧，題詞啊，你個題目對唔對題？蘭又有冇難度？有冇創意？呢啲係基本攝影嘅比賽嘅要求。而畫意係乜嘢咧？就喺呢個基礎之下。你更加要突出嗰個意，你一睇到呢個景有意境，呢個意境咧係打動咗人哋，打動咗嗰個觀賞嘅人。我點解中意畫意咧？其實我睇過好多作品不同嘅風格，有啲係抽象嘅，有啲咧係影出嚟好寫實，或者專係講一啲好凄慘嘅嘢。但我覺得我到年紀大嘅時候咧，我哋咩都經歷過，我唔想有太灰嘅嘢。畫意咧係最開心㗎，希望我嘅作品能夠俾人開心，我自己開心，比人更加開心。個靈感冇嘢㗎啦，見景就係生情，攝影從心，感覺到呢個景係值唔值得影咧？你覺得值得影，你就撳失打。都有一個係點樣追求咧？去創新。藝術就係要創新，不斷要創新。初學畫意咧，都話整啲章啊，寫啲字啊，喺個電腦度咧 Photoshop 咧就裝咗啲字體啊，就利用嗰啲字庫嘅字咧就係吸落去嘅。咁啊自己就挑咗啲章啊咁樣。我哋有個國內一個攝影家叫做張國通，同我好熟嘅。最近喺大灣區啊，就要收集即係大灣區一啲攝影家。幫我出咗一本畫意攝影集，全喺鄭州攝影藝術研究所收藏。咁我就諗住我而家再出一本我自己嘅唔係屬於大灣區我自己嘅作品。做嘅時候我徵求佢嘅意見。你啲用嗰啲電腦字，用你嘅自己嘅章未夠靚，電腦嘅書法唔得靚，最好揾個書法家寫。所以我今次嘅展覽咧揾咗5-6個書法家，都係我識嘅。有啲同事，有啲人真係書法家嚟嘅。哇！佢寫咗之後，低落我相度，嗰個價值真係唔同啊！即係除咗有相靚之外，仲有書法嘅藝術。最近呢2日啱啱開放呢個展覽咧，好多觀眾都話：係啊，真係唔同喎。所以呢個就係我嘅風格。所以我今後都要走呢條路，一定要咧多學、多睇、多去實踐。搞好呢啲基本功先，更加重要咧，就係要意啊嘛，意念啊，你培養你嘅視覺藝術。我初
學畫意攝影咧，我收集好多視覺藝術，點樣培養你嘅視覺藝術，你嘅攝影眼。我啲朋友同我一齊去影相，喂，我同你影點解我影唔到呢張，你影到呢張啊？我呢就個攝影眼啦，藝術。你點樣感覺有個觸覺？呢個好緊要，所以一定係要有一個培養呢個藝術細胞、視覺藝術細胞。